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徛起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伊讲话的时，上帝的神进入我的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我听见伊甲我讲：人子，我要派你去以色列人，就是背逆我的国民遐。因甲因的祖先背逆我，现在还伫背叛我。这个子民面皮厚，心硬，我派你去因遐，传达我至权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不管这个背逆的人要听还是毋听，因应该知有一个先知伫因中间。人子毋免惊因，嘛免因为因讲的话惊吓。虽然因为反抗看袂起你，互你亲像受草刺甲即个包围，搁亲像踮伫叶仔虫中间，你毋免惊因讲的话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不管因要听还是毋听，你着将我的话甲因讲，因为因是背逆的人。人子着听我甲你讲的话，毋通甲遐个背逆的人相款背叛我，开你的喙，将我要互你的物食落去。看咧，我看见一只手伸过来我遮，手内有一根册卷。伊伫我的面前展开迄卷册卷，我看见册的上面拢有写字，内面写的是哀歌、吐气甲灾祸的话。